青柔，青柔，哎，急着找我来，是不是有啥好消息啊？你们是不知道啊，这外头的风声太他妈的紧了。刚刚躲过谢延琛的追杀，这新皇帝就开始下令剿匪，害得老子都没生意可做了。唉，看来这坏事做多了，还真的不行。哎，你们倒是说话呀，都他妈哑巴了！哎，你没听街上都在传吗？传什么？我成天东躲西藏的，我啥也不知道啊！皇上要娶那朵慕容小白花了，咱们谁都进不去宗祠了，这就都穿越不回去了。哎呀，这搞什么搞啊！我以为是好消息呢，我都跟弟兄们告过别了，这下好了啊，一点面子都没了。哎呀，哎，这邢柔呢？等我见了这死丫头，我非得好好说说她。你说早就提醒过她，让她别瞎搞，别瞎搞，这下好了，搞出事了吧？肯定是给谢延琪那小子戴绿帽子了。我呸！胡说什么呢？哎呦喂，我的小祖宗哎，你总算出现了，赶紧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好好的婚事，这怎么说黄就黄了？哎，秦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尹秦柔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啥办法？这样，我们冒充宫女太监，然后偷偷溜进宫里的宗祠，趁着大婚的时候就赶紧打开龙脉。哎呀，我去，我以为是什么好主意呢，说了半天是去陪葬啊！哎，你能不能听他把话说完啊？碎嘴！我已经托人找好了关系，帮我们进去，只要我们动静不大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哎呀，好了，大不了一死，赌了，说不定还能回去呢。那我们就到时候见机行事。哎，大同，那你真的不穿越回去了？哎，我就不回去了。阿广，大同，生死在此一搏了。是你的哎，我说你装那么多干嘛呀？这东西到咱们那儿又不流通，猜不透是你的这好歹也是金子，等我回去了找人提炼一下。做不了曾说的假象，有了这些金子，到最后散场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些金子我可都是有数的，除非是我想给你。只是你不愿意坚强，等不到那所谓的天堂，于是你决定回家乡，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青柔，恕独孤冒昧，你为何非要去宗祠呢？我真的很难理解，到底有何缘由？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只要你开口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独孤，你帮了我很多，有些事情我想靠我自己。事到如今，看来你还是把我当外人。不是独孤，你对我很好，我知道，但此去一行，肯定是一条不归路。我不想连累你，就让秦柔在此跟你好好道个别吧。再见了，好朋友。青柔，你这到底是何用意啊？
好啦，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，让我们再去逛逛街吧，像以前那样。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了。好啦，走啦，走啦！哎呀，走啦！美女，咱俩黑哦。孟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？我们都准备撤了，不如一起呀。尹晴柔也在这儿。晴柔，喏，在那儿呢。开宗祠，宗祠开了啊！小心！有刺客！皇上，干啥吧你？皇上，别过来，要不然我就撕票了。皇上，妹子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你快放了阿管和大同。放了他们。皇上，孟江，你走不走啊？走！来了！慢着，皇上。快点，快！哎，你疯了！你放了他，我们怎么办？我没疯，以我的能耐，我根本挟持不了他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你会来我和依允的婚礼上。料到了，好啊。快开了！你快带阿光走！快，阿广，走！晴柔，快走吧！晴柔，阿光，晴柔，阿光，你休想这么舒服的离开！我不想走了。晴柔，你真的不走了？我欠了一个人的债，得还。刺客已被我挟持住，快进来救皇上！皇上，皇上！晴柔，朕就问你一句话：你之前陪在朕的身边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吗？皇上，该怎么处置啊？全部押入天牢。是。皇上，我是有功的皇上。皇上，谢延吉。我说孔双双啊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还真是竹子的童年，损死你得了！大同，干嘛老干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？大家都回不去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孔双双就没打算回去。看来你也有喜欢的人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又怎样？能让一个女人变得如此疯狂的，也只有爱情了。你说我孔双双哪一点不如你尹清柔？凭什么我喜欢的男人都围在你身边？双双，我没有一点要跟你争的意思，是你自己想多了。
你当然不能有。你不过就是个小助理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啊？我怎么说话了？你说我该怎么说话？我恨就恨，今天在祠堂就该一刀结果了你，那就一了百了了。嘿，我说你。青柔，快跟我走！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还有话要跟他说呢。青柔，你快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的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你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的眼里只有这个小贱人。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你连看都不看我，找死啊你！皇，到底有何事？说吧。启禀皇上，有人夜闯天牢，将尹晴柔劫走。大胆！卑职无能，请皇上恕罪。那另外2人呢？他们还在。随朕去天牢。是。皇上驾到！一会儿他问起，你就说不知道谁劫狱，我定有招数救我们出去。就你那破嘴，我才不信呢！你要是不听我的，就在这等死吧。皇上，皇上，免了。你们2人可知道谁劫持了尹晴柔？回皇上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何人劫狱，只看见一个蒙着面的，好吓人。守卫没有活口，死无对证。哼！皇上，还有何事？皇上只要答应放了我2人，我孔双双自有办法找到尹晴柔。笑话！你2人犯的是死罪，让诛9族，居然还敢谈条件！冤枉啊，皇上！双儿何罪之有啊？双儿不但没有与他人同流合污挟持皇上，还帮皇上抓到了尹晴柔。若说我有罪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我们走。皇上，皇上还记得这个玉佩吗？你曾经答应过双儿，有朝一日我要有事求你，你必会答应我。想必皇上一定明白，既然我能帮你找到尹晴柔1次，就肯定能再找到1次。李章，放了他们。皇上，朕说放了他们。哼！是。燕曲，燕曲，你如此每天想念着他，心里可曾有过我的位置呢？哪怕你心中只有那么一丁点角落属于我，我也不枉此生与你相识一场。晴柔，独孤此生真的愿意陪你到天涯海角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放弃，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。独孤，晴柔，
你怎么也在这儿？青柔，你醒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尊上，飞鸽传来急报，还请尊上定夺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可是尊上，此事紧迫呀。是，属下告退。哎，等一下，北邪粥和小菜送进来。是。尊上，独孤远，这到底是哪儿？你究竟是谁？青柔，你刚醒来，千万不要激动。等你恢复好了，我慢慢再解释给你听。独孤远，你要现在不告诉我，我立马就走。青柔，青柔。好，既然你想知道，我就告诉你。正如你所见，这就是名山脚下。莫非这就是明炼宫？没错，我独孤远就是明炼宫的宫主。你是公主？可别人都说明炼宫是邪门邪派啊。邪门邪派？可那些自称名门正派的人，每天不也都干着偷鸡摸狗、肮脏不堪的事情吗？原来你一直隐藏在灵齐王府，就是想要利用我们。我知道了，那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，全部都是你设计的。青柔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的确对你有所隐瞒，但是其他事情上，我从来没骗过你。你知道，因为我太在乎你了，我更没有做过伤害你的事情。独孤远，事到如今，欺不欺骗，伤不伤害，还有什么意义吗？如果不是到了这般天地，我看你还是会一直隐瞒下去吧。青柔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你说，你出去吧。青柔，你出去。好，你休息吧，我先出去了。皇后娘娘这对簪花啊，可真好看。簪再好，人再美，又有何用？皇上从来都不踏进我寝宫一步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只是一时忙于政事，所以忽略了娘娘。娘娘这么动人，皇上怎么会不来看您呢？皇后娘娘，双儿姑娘求见。快快请进来。是。双儿见过皇后娘娘。你我无需多礼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快些过来。娘娘今日果然是美颜动人呐。姐姐，你就别笑话我了。美艳又有何用？还不是一样被冷落。娘娘，请恕双儿直言。皇上若不主动，娘娘您何不多走一步呢？皇上的心中，怕是有慕容触及不到的地方。傻妹妹，这天底下就没有捂不热的地方，越是这个时候，就越不能闪避，要多与皇上亲近亲近才是啊。你说的，也算是有几分道理。邱公公，这劫狱一事进展如何？是否派人加紧排查？回皇上的话，前些日子已经让御林侍卫调查过了，可是至今没有消息呀。这么久了还没有消息？李章求见。进。
李章参见皇上。你来的正好，交与你办的事情办得如何？回皇上，属下已经带人查看了京城附近的数十个城县村落，并没有发现劫狱者的任何行踪，可见劫狱者心思缜密之至啊。海路呢？海路是否已派人调查？回皇上，还没有。你立即派人从海路着手调查，同时搜索所有村落，每一个房子都不可错过。是。还有，切记，一定秘密行事，不可张扬出去。微臣明白，微臣这就去办。去吧。皇上，今儿晚上是不是在皇后娘娘那儿安歇呀？算了，还是在这儿吧。好，那老奴去安排。青柔，你到底去了哪里？青柔，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我劝你还是吃一点吧。我不想吃，我也不饿，你拿走吧。青柔，要怎样你才能不生气啊？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觉得自己有眼无珠，竟然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我真傻。青柔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也有我的无奈。在这个世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，我也一样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好，我告诉你。青柔，你听说过前朝之事吗？前朝，我听说书的讲过，只知道前朝被谢氏王朝所灭，可能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是的，朝代更替本是很平常的事，但对我独孤来说却是国破家亡。其实前朝皇室的后人并没有完全灭亡，他的最后一位皇子是在皇后和宫人的掩护下逃了出来，他们隐没山林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才一点一点打造了这明炼宫。而皇子也在母后和宫人的教育下逐渐成长，他背负着复国的使命。那名皇子就是我的父亲，直到他死后，这些使命才统统寄托在我的身上。独孤远，难道你就是前朝皇室的皇孙？你如今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光复你们独孤氏。是啊，这就是我的命，这就是我还活着的理由。独孤远，你太可怕了！你一直就潜伏在我们身边，让我们拿你当朋友，当知己，就是为了最后的时刻利用我们。我承认，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之内，但是，在我计划所有事情当中，出现了一个艺术，那个艺术就是你。你的出现，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。你知道吗？当初，我为了你，放弃了背负的一切，我放弃了一切。够了，青柔，你……独孤远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听了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。
从上次测试题中我就应该看出来，你回答的那么准，没想到你的心竟然是这么的阴暗。青柔，我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青柔，我不说了，过些时日，等你平复了，我再来找你。天龙，只有你最了解我了。你说，青柔她会原谅我吗？也罢，无论如何，我会等到她接受我的那一天。尊上，尊上，青柔姑娘突然晕过去了。什么？快！她这几天一直这样吗？是的，尊上，青柔姑娘已经接连几天都不进食了，而且每日以泪洗面。就在我刚才给青柔姑娘送粥的时候，就发现青柔姑娘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混账！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属下该死，姑娘从来不与我们说话，所以我们也不十分了解她的身体状况。算了，快去准备些热水，顺便把我采来的天山雪莲取来做药引。是，尊上。青柔，青柔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青柔，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不愿意坚强，等不到那所谓的天堂，于是你决定回家乡，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看不透是你的目光，阻不了泪水流淌，做不了曾说的家乡，到最后散场。尊上，你已经3天没有合眼了，去休息一下吧。做一个简单的模样。
娘娘，双儿一直有一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姐姐但说无妨，你我之间就不要见外了。此事是关乎皇上和皇后娘娘的，我也是思虑多日，也未敢言语。如今见到皇后娘娘为了皇上都憔悴至此，就想着，哪怕是我被降罪，我也一定要告诉皇后娘娘。姐姐，以你我二人在宫中的关系，我又怎么会降罪于你呢？既然关系到我和皇上，就还请姐姐速速到来吧。娘娘，原来皇上一直在暗中查找尹晴柔的下落，为了此事，不惜动用了御林军，说是一定要找到尹晴柔，而且说一定要秘密进行，瞒着皇后娘娘。什么？真的有这样的事？千真万确。本来一开始我也是不相信的，想着皇上怎么可能还对尹晴柔不死心。如今见到娘娘您这样，却也觉得这件事又真了几分，所以才不得不跟您说的。娘娘，您可要多为自己打算打算呢。皇上对那尹晴柔余情未了，我又能怎样呢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那尹晴柔也是趁娘娘您不在的时候趁虚而入啊。娘娘，只要您抓住了皇上的心，那皇上必会回心转意，相信娘娘您是最好的。可是我要怎样才能抓住皇上的心呢？况且他从来就没有和我……皇上至今还未和娘娘行房吗？这个也不难，我这儿有一些西域传来的迷情之药，娘娘若愿意，双儿大可为娘娘献上。你说的那些药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我看还是算了。妹妹，我们两个关起门来说悄悄话，又有谁知道？如果这件事真能为妹妹抓住皇上的心，那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如果你不尝试的话，等皇上找到了尹晴柔，那一切就晚了。你说是不是？也不知道这晴柔姑娘有什么好的，能让尊上如此舍命相待。哎，居然为了晴柔姑娘亲自施药。什么？尊上竟然为了晴柔姑娘连命都不要了吗？那雪莲一旦运用不当，可就是剧毒啊，会致命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可是这晴柔姑娘对尊上一直是不冷不热的，我真是替尊上可惜呀。独孤愿意欣慰我，难道真的是我错怪他了吗？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无奈。身为亡国皇子，他身上背负的重担也确实太多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来送夜宵了。甄不饿，让他回去吧。哎呦！臣妾参见皇上。刚刚因为一直没有等到公公的通传，臣妾又担心着宵夜凉了，所以就自己进来了，还请皇上恕罪。罢了罢了，来都来了，就把他放下吧。这现在不饿，饿了自然会吃。还请皇上先用餐后再处理朝政吧。也罢，拿上来吧。
臣妾伺候皇上吧。不必了，朕自己来。味道如何？臣妾费尽多年，手艺也生疏了，不知道还合不合皇上的胃口。很好，有劳你了。朕略感不适，皇后先回宫休息吧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臣妾扶你回房休息吧。不用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邱公公在。皇上略有不适，你快去传太医来。这还不快去？是。皇上，你怎么样？朕热。皇上，青柔，青柔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皇上，我是依云呀。青柔，我找你找得好辛苦。青柔，不要再离开我了。皇上，青柔。皇上，你回来就好，青柔，不要再离开我。青柔，让我再好好看看你。不是青柔，你是谁啊？依云，你是依云？放肆！你竟然不知廉耻！皇上，你听我说，你给我退下吧！朕不想再见到你。皇上，退下！臣妾告退。娘娘，都是我的错，不管娘娘怎么惩罚我，我都心甘情愿承受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你何错之有呢？错的是我，以为这样就能获得皇上的垂怜。娘娘，不可太过伤心。此计不成，咱们再找下次机会嘛。不会了，不会再有机会了。皇上现在心里只有尹清柔，不会再有我的位置了。又是那个尹清柔，皇上对她果然不死心。昨日，我听说尹清柔那边已经有了消息，皇上不日就会接她回来。恐怕什么？这尹清柔诡计多端，手段厉害，恐怕她会向皇上要后宫之主一位啊！到时候，她敢！不瞒娘娘，这个尹清柔的底细，我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她分明就是个妖女。娘娘，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瘟疫的事？
全天下的大夫都束手无策，为什么偏偏是他尹晴柔能够终止瘟疫呢？后又被举国称为大英雄，娘娘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依我看，这尹晴柔分明就是使了什么妖术，让所有人都患病，然后又假装好人去医治，以此来获得皇上的欢心呢。如此说来，我绝不能让这个妖女再回来。娘娘说的极是，一定不能让她回来，否则不光是后宫，就连整个朝廷都会被她搞得天翻地覆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阻止皇上。皇上，今日这天气晴朗，您看这宫里的百花都盛开了。参见皇上。跑什么呀？慌慌张张的，不知道这皇宫里头不能乱跑吗？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还请皇上恕罪，是皇后娘娘刚刚在御花园不慎扭伤了脚，奴婢是着急去传太医，才不小心冲撞了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她扭伤了脚，有大碍吗？皇上，要不要去看望一下？哎，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哎，您慢点儿，我扶着您。哎，皇上您怎么来了？臣妾不慎扭伤了脚，不能亲自迎接皇上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不必了，你的脚可有大碍？并无大碍，待臣妾回去休养几日便可。谢皇上挂念。倒是今日风和日丽，是个赏花的好日子，臣妾想要看一看。既无大碍，那你就自己在这赏花吧。朕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皇上，皇上，可否听臣妾说几句心里话？不然，臣妾必会日不能安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你说吧。皇上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情景吗？我可是历历在目。我自小认识你以来，心里便已有所属。此生非皇上不嫁，可是没想到家世不幸犯案，才不得不与皇上分开。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我也曾多次想就此了却一生，可是每每想到与皇上相识相知的曾经，就一次次放弃了。因为我想要再次见到皇上，想一直留在皇上身边。没想到一月命好，居然能有幸再次见到皇上。皇上也不嫌弃我，还立我为后。可是当我知道皇上的心中早已另有所属后，一月发现自己不管如何努力，也永远得不到皇上的心。其他名利富贵，我真的毫不在乎，我只想成为皇上的人。难道我这样的想法有错吗？依云，是我辜负了你，可我已心有所属了。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
因为我曾答应过你，一定会娶你为妻，所以我便把这皇后之位给了你。也许我能补偿你的，就只有这么多了，其余的，颜启无能为力。皇上，那晚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也不想再追究了。以后还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。轻柔。这江南河水泛滥之事，就交给爱卿处理吧，切记尽快安抚灾民，重建村落。遵旨。皇上，御林军统领尹浩求见。快传。是。你们先退下吧。微臣告退。皇上，如何？有消息了吗？臣多日打探，不负皇上厚望，已有消息。快说。确实有人看见晴柔姑娘往东边方向去了，据说是名山方向。名山？而且什么呀？独孤元也恰巧一起失踪了。我怀疑，莫不是独孤元劫走了晴柔吧？你怀疑独孤元？不错，很有这个可能。名山、独孤元、晴柔，这其中会有什么玄妙啊？尹浩，你继续打探，务必得出准确的消息。是，微臣告退。晴柔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，你等着我。这里的空气可真好啊！像在我们家乡那边啊，想要呼吸到这么新鲜的空气，那可真是不容易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一直住在这里。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虽然你欺骗我在先，但你也有你的难言之隐，而且你3番5次的救了我。你要是答应以后不再去做害人的事情，我就答应你一直留在这。你真的愿意一直在这里陪着我，永远都不离开这里吗？因为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发现我更需要的是平平安安、简简单单的生活。这里挺适合我的，所以，独孤，我希望我们现在只做普通的朋友，就像以前那样，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的，好吗？好，晴柔，只要你愿意留下，我一定会让你开心的。哎，你看，那花多漂亮！皇上，孔双双有事要报。不见。可他说好像是晴柔姑娘有音讯了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民女参见皇上。你可知道晴柔的去向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是独孤元救走了晴柔。你说什么？独孤元对晴柔其实一直都有意，所以才会安插我在中间，一直离间你二人。包括谢言辰，都是他的棋子。他一直都在利用我，先是把我放在谢言辰身边，
后又教唆谢言辰把我送到你的府上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他精心策划的。如今，他见我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便想要抛下我，就像抛弃一颗弃子一样。放肆！一派胡言，给朕滚出去！皇上，顺儿所说句句属实。皇上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大可抓到独孤园，当面问问清楚。滚！独孤园。不行了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是你叫我出来晨运的，怎么，才走了1个山头你就不行了？我跟你可不一样，你是习武之人，你走3个山头都没关系。好吧，既然累了，那你就休息一下，我们一会儿再走。能不能不走了？我身体还没好呢。让你每天徒步行走，就是为了锻炼，这样你的病会好得快一些。再坚持一下嘛。好吧。我把药材都放在这个镯子里面，只要你每天带着它，身体一定会好得快一些的。药材还能放进镯子里？第一次听说哎。这可是我们明炼宫的独门绝技。那你们明炼宫的绝技还挺奇葩啊。奇葩？奇特，口误。青柔，这个镯子你可一定要收好。只要你带着它，就能让明炼宫所有人都听你的号令，他们拼了性命都会保你周全。就算将来我有什么意外，你都可以随时号令明炼宫上下。是哀家糊涂啊，听信了谗言，哀家对不起琪儿，更对不起晨儿啊。若不是哀家，晨儿也不会一时糊涂铸成大错，被贬为庶民，流落在外呀。这一切都是我这个做母亲的错。好在琪儿她是个好孩子，相信她将来也一定是一位好皇帝。皇上，查到了，在哪儿？就在那名山脚下，藏于明炼宫中。难怪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。果然是明炼宫中的人。你可还查到别的？回皇上，明炼宫虽然是近些年才在江湖上崛起，但是实力不俗。尤其是明炼宫的宫主，据说她的武功高强，神出鬼没。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见过她的真实面目。倘若真是那独孤园劫走了青柔，那他就是明炼宫中的人。可还不止，明炼宫公主平日喜欢吹箫，一支玉箫能摄人心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独孤园就是明炼宫的公主？是。好你个独孤园呐！藏匿于朕身边多年，朕却毫无察觉。究竟意欲何为？皇上可还记得独孤园曾和你说过他的身世？朕还记得，他说他一家人被奸人所害，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。莫非朕就是他的仇人？可朕并没有做过杀人灭门的恶行啊！皇上的确是没做过，可先皇先祖们呢？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据名山探子回报，他们曾抓到过明炼宫的人。言行之下，明炼宫的人说，里面居然供奉着前朝皇帝的牌位。朕明白了，难怪这独孤园与朕之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疏离感。原来这独孤园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复国而来。这么多年，
我视他为兄弟，为知己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无时无刻不想取皇上的性命，夺走江山社稷。照此说来，皇上已经知道明练宫的位置了。不错，如果此次皇上决定攻打明练宫，我想请命去做先锋。不妥，我觉得此时不是攻打明练宫的时候。皇上刚登基不久，先应该稳住朝纲，而并非大兴武力。如果为了区区一个江湖门派而动用了大量兵力，必将会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。四王爷虽然说的有理，但是恐怕皇上是非拿下不可。我知道，三嫂至今生死未卜，难免皇兄会急于攻打。其实我也想早点找到他，但是三哥已经登基，有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，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顾后果的意气用事了。四王爷不必过于担心，皇上他自有分寸。其他事情我不担心，可是事情一落到秦柔身上，他就没有什么理智可言了。说来也是，你我一定要阻止皇上，到时候我一定要去当先锋。但愿我能劝得住吧。在花别旧深秋，窗前明月独坐，不会说再不说，眼泪划过而我，你不再为我，我不再难过，就这样结果。也许只是眼角无意的一瞥，就注定了你我。大雨一直滂沱，无言雨水滴落，思念对谁说？也许只是眼角无意的一瞥，就注定了寂寞。就算你远走，我还站在原地，傻傻的等候。臣弟参见皇兄。免了，来得正好，正有要事与你商议。皇兄说的可是讨伐明练宫一事？你都知道了。皇兄，臣弟觉得讨伐明练宫不用急在一时，我们当务之急先要稳住朝纲。现在动用大量兵力，会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。况且那明练宫威震武林，讨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到那个时候，大量的死伤也是不可避免的。皇兄，还请三思啊！看来你是不会帮我了，那就不必多说了，你走吧。皇兄还是听臣弟一句劝吧，明练宫日后再除也不迟啊。不可，这独孤元既有复国之心，朕就留不得他。臣弟以为，皇兄这么急着去讨伐明练宫，其实是为了秦柔，并非其他。朕没有。怎么没有？皇兄，你就是太要面子了。你害怕输给了独孤元，就失去了尊严。住口！我看你是太过放肆了。皇兄，你看你现在为了秦柔，你都失去理智了。你可是当今的皇上啊！你怎么能如此任性妄为呢？是朕要任性妄为吗？讨伐明练宫绝其后患是任性吗？找回朕心爱的女子也是任性吗？朕若是任性，当初就不会做这个皇帝。皇兄，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朕想静一静。臣遵旨。一个丁老头欠我2鸡蛋，他说3天还，我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。你来啦！你快看我画的画。你画的，这是你祖父吗？不是啦，这是丁老头。哎，你过来坐下，我来教你画，特别简单。丁老头。一个丁老头欠我2鸡蛋，我说3天还，他说4天还，绕了一大圈儿。
买了3根韭菜，花了3毛3。哼，简单粗暴吧？轻柔，其实我想问你，这段时间以来我对你怎么样，你也很清楚。现在你的心里能容下我吗？独孤，你现在能不能不要问这个问题啊？如果回到最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你还会选择谢言齐吗？独孤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，净问一些不可能的事儿啊？世界上有钱也买不到的就是后悔药了。如果我能选择的话，我选择我从没来过这里。轻柔，你今天为什么不戴镯子？哦，我洗澡的时候把它摘下来了，怕坏了。镯子是不怕水的，你还是戴着吧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好吧。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世界还真奇妙啊，镯子还能治病。尊上，什么事？宫里传来消息，皇帝已经派了官兵接近这里，可能近期就要攻打明炼宫。终于来了，吩咐下去，做好应战准备。是。对了，还有，不要声张，一定不要让轻柔发现有任何的异样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皇上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近日，四弟来找过朕，劝朕不要讨伐明炼宫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他这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着想。那皇上是答应了？朕没有，但是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皇上，明炼宫是非伐不可的。若不趁早除掉，倘若日后他逐渐壮大了，若想再去讨伐，那可是难上加难了。可是朕也不能不顾朝臣的反对，一意孤行啊！皇上，留明炼宫必定后患无穷啊！若朝臣执意反对，臣妾愿以一己之力保我江山稳固。臣妾可以以死明志啊！皇上为何这样看着臣妾？朕记得，你以前性子一向谦和，而且从不理会朝事，为何偏偏今日对讨伐明炼宫一事如此上心，态度如此坚决？皇上也说了，那是臣妾以前呀。臣妾毕竟遭逢过巨变，方知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道理，但是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。况且现在臣妾贵为皇后，理应为皇上分忧，为江山社稷尽忠。既然那明炼宫威胁到江山社稷和皇上的安危，臣妾就算是拼了性命，也愿为皇上除掉这个心腹大患。皇上，你应该知道，在臣妾的心中，你是最重要的。也罢，不过随口一问，你无需如此伤心。不过，于公于私，这明炼宫，朕都留他不得。独孤远，朕视你为知己多年，你就是这样对待朕的吗？哼，谢延启，这就是你我的宿命。
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会手下留情。今日我们就来做个了断吧。哼，好啊，我也正想会会你呢。你们都听着，今日是我与独孤元二人之间的事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出手。皇上，这是圣旨。是，臣遵旨。你们也都听好了，今天我要是死在他的剑下，我明炼宫从此绝迹江湖。你们保护好尹姑娘。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朝廷陪围剿，皇帝御驾亲征，姑娘你快回去吧。皇上来了，那独孤元呢？尊上已在外迎战多时，他们也打了好几十个回合了。哎呀！这个镯子是母亲传给当家媳妇儿的标志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你打算如何处置他？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处置他？虽然我已经与他恩断义绝，此生不再往来，但是还请你放了他，因为他毕竟是当今圣上，而且他还是一位爱民的好皇上。倘若你杀了他，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就算有朝一日你当上了皇上，那天下的百姓也不会被你折服。到那时，你的江山还是坐不稳啊！你是在关心我吗？当然是。我知道，你是怕我跟他旧情复燃。你放心，你若放他走，我定会留在明炼宫，此生不再与他相见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我发誓，我不用你发誓，我相信你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放了他。真的。